骨科最憎你做呢3個動作，你有冇中招？如果人嘅身體係一座大樓，咁骨骼就係支撐大樓嘅鋼筋水泥。我哋全身有206塊骨頭，為咗保護我哋嘅骨頭呢，呢3個骨骼最討厭嘅動作，以後唔好再做啦。第一個脊柱，脊柱最憎你翹二郎腿，長時間翹二郎腿咧，令到我哋嘅脊柱側彎。脊柱最中意你做嘅咧係屈膝抱胸，每日做一做就可以遠離駝背同埋高低肩。第二個腰椎，腰椎最討厭你攤喺沙發入邊，因為半臥嘅位置，腰椎原有嘅弧度咧會發生改變，腰椎間盤受到壓力會不斷增大，容易引起腰椎間盤嘅突出。腰椎最中意你咧喺瞓覺前做一做5點支撐，瞓喺床上屈膝90度，將我哋嘅頭、雙枕同埋足底黐床，將臀部抬起身。第3個膝頭，膝頭最憎你跪喺度磨地板，踎喺度洗衫，咁樣會加速我哋膝關節嘅磨損，嚴重損傷膝關節。咁膝頭最中意你得閒嘅時候咧，就練一練直腿抬高同埋空中踩單車。